时代的进步，台湾真侪庙寺咧整修的时阵，毋但有传统的艺术，即摆嘛会使用科学的仪器斗相共，互古迹甲文物会当保存搁较久。亲像台南的国定古迹四殿大天后宫，一寡珍贵的壁画拢壁岩真严重，加在透过科学的检测，已经豆豆修复。徛伫壁画前，团队利用热影像仪器咧检测壁画温度敢有正常。这里看起来连续，这里看起来没有那么。今天温度较高。因为这北陈玉峰大师的壁画，有的彩绘已经腐去啊，壁内底的盐分甲拍粒，拢是造成彩绘损害的原因。要甲修复，亲像人咧敷面共款，因开始伫壁画顶面膏面膏。敷泥的材料，这个材料最主要就是咱这个盐分。透过咱这个水来吸收出来，吸收出来以后，伊会走在咱这个脱盐的材料面顶。台湾艺术大学甲台南艺术大学团队，这3天来一直伫大天后宫修复壁画，遮拢总有30件北壁画，拢受盐害，就是咱讲的壁岩。团队为着要解决，利用各种科技甲机器，了解壁体成分，阁有水分甲盐调伫倒位。阮上长的时间，捌脱甲60-70遍。咱袂使讲哦，咱为着要互伊水水啊，咱就一搭挂落来修理好。啊，咱修理好，你可能咱讲的哦，治标不治本，安尼就是无伊的效果。大天后宫是台湾第一座官方起的妈祖庙，是国定古迹。正经的修复，大部分拢是定画，无几冬就又搁腐去。从民国82年到这时，骨力厝的修复。拢无可能断根，啊！这次看会当按这个脱盐的这个工程，把这个壁画拢总做好势。这个匠师哦，这个画师，因用的材料、因的技术、因的美感，其实甲咱即马完全拢无共款。啊，所以其实阮拢希望讲，尽量咱来保留下来。除了甲壁画脱盐重新修复，现场嘛有进2台负离子产生器。利用负离子去甲油烟污染物，壁画地当维持清气，袂阁乌气。台湾的文字保存观念已经对古迹修复升级到管理甲维护，运用最新的科技来保护庙寺的文化资产。文字处会推广到其他所在。记者邓嘉文、赖伟哲台南报道。